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福气类类嘅节目。你有讲到精油安样嘅东西，不过大家是咪想，应该到底係用英用？譬如係唔係買安樣嘅機器來用，然後係講買安樣嘅機器來用，吼，就係講昨天問馬莎咧，用英來擦治療，你強容繞牆度係類似推按易燃嘅加熱口嘅主人羅嘉玲先生，非常欣賞。大家好，我係羅嘉玲。非常欣賞哈，其實。再讲一次，每次跟罗医师见面都很开心，而且今天穿这个花花的洋装，就是因为好好来讲一下精油，感觉上好像这样子比较搭，你有觉得吗？有，医师再花一点更好。医师很认真哎，我们好多花有对，因为其实整个摄影棚又再度的呈现一种很舒服，然后很有香气的很安定的一个感觉哈，所以我今日大家来讲诶，非常的实际，好，你有讲到係基礎的知識跟概念，我講你基本更實際的運用跟操作，讓鄉親朋友來分享哈。一開始先讓大家來問這問題，說真的啦，經常有講到精油可以那樣用啊，安用這樣使用啊，像我自己是有買一個精油燈，醫師的臉好像覺得這個，然後晚上或是心情好的時候會滴個2滴，然後就把燈打開，好像就有一種擴香的效果。所以第一個一開始先跟大家來分享，就連還有沒有精油燈啊、水氧機啊，這些到底應該使用嗎？或是怎麼樣使用？這樣子。一般如果大部分的民眾去百貨公司哦，大概最常看到就是會對着你一直噴霧的那個水氧機。那也是比較多人會先買的一個產品。不過我說實話，我自己比較少用水氧機。原因是因為水氧機它的這個水汽哦混合了精油以後，其實它會容易卡在我們的空調上。那久了空調會有一股怪味。因為我們在家裡使用，有時候可能是密閉空間嘛，即便你有開窗，可是因為冷氣在上面，像濾網那些。所以因為它擴在空氣中，對。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台灣濕度很高，所以其實有時候你一直擴這些有水霧的東西，濕度就會更高，也會覺得不舒服。所以它其實比較適合在，譬如北方那些乾冷的國家。是這樣所以因為潮濕的關係，我還以為想說哇有水蒸氣，你看家裡這樣不是很棒嗎？所以那像泡澡呢？泡澡的話不可以把精油直接滴在水裡哦，因為精油其實不溶於水嘛，所以如果你直接滴在水裡，那個精油會飄在水面上，那有些時候會對皮膚就造成刺激。是，所以我們會建議先放在鹽巴裡面，海鹽也好，食鹽也好都可以，你就先把它放在鹽巴裡面，先滴在對，然後再等大概10分鐘左右，再把它放到洗澡水裡面。所以是把鹽巴放到洗澡水裡面，就是已經滴了精油的鹽巴。那大概通常我自己會用大概1碗左右的鹽巴，因為我們家浴缸就是那種大浴缸嘛，所以我們大概就會令人稱羨哦。對，然後所以我大概會放1大碗的鹽巴。那我自己是用海鹽啊，是，對，那再大概會滴個5、6滴精油進去。所以是你泡澡的時候滴的精油是什麼精油？看情況，比如說我今天如果有一點水腫，那我就會滴一點杜松漿果的精油。怎麼這麼令人羨慕？所以水腫滴精油洗澡，洗完之後就可以消水腫。會有一點幫助啦，但可能還是擦按摩油更有效。是。那另外，如果是要放鬆肌肉，我可能就會滴一點熱帶羅勒的精油。那如果是今天要好睡，那當然就是可以滴薰衣草啊，或者羅馬洋甘菊啊。那你的小朋友，你有讓他泡澡的時候使用過精油嗎？會啊會啊，他們也很喜歡。他們喜歡的是也是看情況，因為我是會這樣問，想說，滴完之後泡完澡都很有精神，很想念書，會不會？因為我們泡澡都是放鬆的，是，所以小朋友也可以，小朋友也可以，因為其實你用比較少的量，然後稀釋在整個浴缸裡面，其實濃度很低了。對對所以因為新聞都按你寫，因為等下會好好的講一下，到底要怎麼樣去稀釋跟那個百分比。對，所以其實全家在洗澡的時候都可以這樣子使用，對不對？每個人都可以使用，跟針對每個人的需求。
对，所以像医师，像我家如果点精油灯呢，这样也可以。因为比较多人会用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像什么蜡烛有没有？对对对。然后上面还要放一点水，然后再加精油。对对对。那个其实是比较早期的，但它的缺点是说，第一个你有时候会怕水烧光了，火一直烧会不会过热？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其实有时候它的热度会比较高一点点，会破坏精油成分。所以大家如果买精油灯，第一个我不太建议用蜡烛烧了，因为你会担心安全性，尤其家里有小孩的时候。那如果是用插电的，你可能就要确定说它有没有恒温装置，就是温度不可以太高。因为讲到聊太高，这是给大家一个比较基础的概念。对。可是事实上不只是这样子来使用精油，其实今天太棒了哈！你看现场好像很多瓶瓶罐罐，我们要讲一下，其实一般你可以讲你在更深入的去问的时候，大家会讲是不是有所谓的复方啊，这样子是调和的精油，对，而且其实因为心脏大白都会影响一些讲到动都改地心嘛，而且心脏讲欢豆啊、走对溶啊，胃胀也可以用，那我们就在想，那到底要用什么？事实上，它有些是需要经过调和的，对吗？对，我们一般比较少，真的只用单方。单方有时候就是比如扩香啊，睡前扩个完全依兰，还可以降血压，还可以促进情绪。那就是单。对，可是复方其实是比较常用，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之前有提过血草，它很臭，对，那我们就会用香一点的味道去平衡它。是。那再来像比如以感冒来说，你可能澳洲尤加利它虽然就是收干黏膜，让你止鼻水效果很好。对。可是可能它的味道你不喜欢，或者是说它的杀菌力你嫌还不够，你可以加别的精油。是。所以一般我们复方其实是比较常用的，那就会以它，比如它需要的问题的处理的点在哪里去选。对。所以像现场也有一些精油罐，是我们没有一罐一罐介绍，我们够从可能2罐加2罐加2罐加强下是可能对很多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些调配是可以的，对不对？这个我们好像没办法自己调，对不对？对，所以外面大部分在卖都是卖复方，是。可是因为每个人的状况真的不一样，所以同样感冒，有可能我是有流鼻水，他有发烧，那你会需要精油就肯定不一样。所以如果真的需要很专一个别性的话，可能就要请专业医疗人员，或者是就是或是像去找专业芳疗师，或是去找医师或是芳疗师，经过问诊之后，医师也许可以帮你调，或是教你如何去调配一个你自己那个时段可以用的。对，因为讲到欢豆，其实我印象很深刻。之前冯本沟罗嘎林信上哈，因为讲到欢豆啊，有一罐精油，要把它滴在手掌搓一搓，对不对？然后再我们讲说这边是呼吸道的附近，对，然后闻，对不对？然后他说，其实是可以改善的，或者是抹在喉咙，还有胸腺这边，其实是很有效果的。对，像俩是一种讲欢豆就得使用改精油。不过说到这的时候，台大就会说，那其实当然不止感冒啦，对不对？现在又讲过嘛，像肠胃的啊，对，也是都可以调，对，然后调完之后，但肠胃通常会像我刚刚讲，感冒是用在这里，但像肠胃是，我们当然就擦肚子了。对，就是擦肚子。对，好，那讲到两片还要讲呢，前一团一定也没讲到，像性上说在家里随性也直接泡澡的时候是可以用精油。我们先讲一下稀释好了。好，对，因为稀释这一个它的浓度，一般我们年纪越小，浓度要越低，多低呢？一般来说，像比如说1岁以下的小朋友，我们甚至很少真的用精油，我们可能只在他的枕头上滴扩香，而不见得是直接擦他身上。可是比如说，如果小朋友他肚子痛，小 baby 会肚子绞痛，我们可以用罗马洋甘菊。那这时候我们调的浓度，如果这么小的小孩，我们可能就只调个1% 或者是2%。那一般到成人或者是所谓40公斤以上的小孩，我们才会视为成人。那这时候我们才会依成人的标准去调。那成人标准，我大概给大家一个概念：脸部呢不可以超过1%。再来，如果是处理情绪的问题的话，大概3到5%。
处理身体问题，比如我今天要养肝，我今天要调肠胃便秘，我今天有筋骨僵硬酸痛，你没有10% 做不到。那再来我如果是关节，哇，这个更硬了，骨头，那我们大概要到15% 到30%。对，哇，从1到30，对。这落差非常大。对，所以因为一般的坊间的很多卖精油的人，他如果没有特别注意的话，他可能要不就跟你说纯油绝对不可以用，要不就一律都调1%，对，就安全，而且就是等于用量少。那所以流派非常多啦，但我们实际上临床在看，就是其实是依你，比如我们就可以想象，越坚硬的地方，你当然用量要越高，你才进得去。对，那越柔软的地方，比如脸部，比如情绪这种柔软的东西，你其实是低浓度，效果还更好一些。是，我们可以想象的是，越小年纪，好谁改欧啊来谁你，当然它的浓度一定是相对的减少，这个我们在知识跟理性上就可以很容易判断。我们狗师从性上讲，你还是要看你涂抹的位置，对不对？然后跟你年纪的需求。那像我们刚刚讲的是小朋友，可是那当然成人或者是老人家，他所需使用的浓度也会不一样。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也是非常建议动豆改我们那个龙音嘎走得好好的用精油，对不对？我们现在讲，不是只有我们，其实老人家有老人家对精油不同的需求，所以哇，用心朋友讲道理啊，其实你下团节目还有。大家来讲，係講你有身體其他嘅，乜嘅問題就得用咧，你先聊下，等下就嚟講。因為繞牆頭攞先生呢度節目地圖，然後大家嚟講到底精油要怎麼用，哇，覺得是一個很棒的學習哈。明台你上堂節目有講到啊，譬如複方你要這樣子調配，像烘豆鋼膜，你搓一搓。聞摸，或者是胸腺這邊摸一摸，其實這就是一個方式，對不對？或者是講稀釋。如果聊到大家都問一下，如果真的誰你，我們真的不小心稀釋沒有聽話，應該要1的弄到40，或是那真的不慎用到，我們覺得好像不對的比例，然後造成刺激性的精油，那怎麼辦？有一次我的兒子，我在調精油的時候，他跑來。然後他就很好奇聞，就剛好我那天調了一支中國肉桂，然後中國肉桂是一個很刺激的精油，他就只是稍微碰到以後，他整個嘴唇腫起來了。哦，他聞的時候碰到了嘴巴，只是真的很邊邊沾到而已，是像現場這樣小小瓶這樣。哦，那所以這個就是某一些精油，不是每一個，但某一些精油它刺激性很強。那如果說他遇到了这种，他一觉得妈妈调精油，结果我嘴巴肿起来。但是刚好那次就教他们怎么处理，所以各位观众其实也可以学哦。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比如今天抹精油，你觉得抹了不舒服、有刺激、有红肿、疼痛，那么你第一件事情绝对不是用水去冲，因为你如果用水冲，就算你沾肥皂，它那个水本身会让油更深入你的皮肤。所以绝对不可以。那这时候可以做的就是油跟油是互溶的，所以你就去拿家里的橄榄油，或者是 anyway 就是厨房看有什么，厨房的也可以，炒菜的橄榄油，抹完用面纸把它擦掉，再抹一层，再擦掉，等于就是把这个分子油洗油，把它洗掉。那如果说糟糕，我今天人在外面，我没有油怎么办？来，赶快去便利商店买一罐优格。优格有油的，因为脂肪就是奶制品是有这个脂肪的。我感觉去便利商店就可以买油了，我很奇怪。好，那你可以拿优格，拿优格敷。好，那或者甚至再不行，你找得到蜂蜜也可以，也是一样敷一层，然后抹掉，敷一层抹掉。蜂蜜也可以，牛奶也可以。对，蜂蜜是再不行的时候才用，就是首选是植物油，再来是优格、牛奶，然后再不行才蜂蜜。是，所以那一次罗医师的小孩，你就是用家里的，对，我们就用植物油啊，家里的油，对。然后他抹完之后，很快那些就恢复了吗？肿起来的部分没有那么快恢复，但是就是他疼痛感就会好很多。他有哭吗？
有因为很痛啊，真的很痛，真的吗？很像烫伤的痛啊，好严重哦。对啊，所以刚才那一支精油是中国肉桂，那个精油的功能是它杀霉菌的效果超好，杀霉菌。我那个其实是在配一个香港脚的配方。我为什么要这样问？我想到底是牛应该进入，不给他来一闻一下哭，然后又肿起来，所以是杀霉菌，所以那个是香港脚的配方。对，但是我问一下，所以那个精油是要抹在脚底的，脚底。对，那当然浓度我也是实际上用的时候很低的，低还是很低的？中国肉桂我们平常用的时候是不超过1% 的。那你那一天的那一瓶是纯油，他拿去闻啊，所以他弄的是很浓度100%的。哦，那所以就肿起来了，真是不好意思。下次妈妈调精油的时候，离远一点，声音看起莫康强去。对，你讲到他刚因走班的时候，声音总得康强去。如果你要系讲不哈妈妈会调精油，来时间还得莫康强去，而且儿子不小心闻到纯油是处理用攻击霉菌的，就这样。这是一个经验分享，然后大家都讲，我还讲就有什么优格啦、牛奶啊、水果、蜂蜜呀这种的。这个真的好重要，因为我们一般应该灌掉，就是先洗嘛，先擦啊，对不对？那更惨。总的哈，不过讲到了是讲，你其实皮肤是够敏感，你要建议用哪一类的精油好吼？跟大家想象不一样是，其实这时候并不建议用精油了，因为其实如果你过敏，像有些人长期的荨麻疹或异位性皮肤炎，它尤其是皮肤有破损的时候我们用精油很容易过度刺激，这时候我比较建议用纯露去湿敷。是，那纯露湿敷也很简单，大部分我们会用安抚镇定类的，比如像我今天有带来像罗马洋甘菊的纯露、檀香的纯露，那或者是一般人常用到的玫瑰的纯露，它的安抚镇定效果都很好。是，那很紧急的状态下，我们会把1大杯的纯露加1滴的精油，比如像德国洋甘菊或罗马洋甘菊，都是很有名的抗过敏的精油。对，这时候其实主体是这个水，然后这个水纯露再加顶多1滴，或不加也没关系，顶多1滴的精油，让它混合以后，然后各位可以去买那种面膜纸，或者是没有的话，就家里的厨房纸巾是啊，然后或者是像卸妆棉，对，化妆棉，然后你就是沾湿以后去湿敷在过敏的地方，这样。这样就可以了哈。哇，所以你可能其实这真的要很了解，要不然提供反而有不好的效果，对不对？不过俩还老太太在讲，不过跟讲到俩片，其实像上班族，像医师也算是上班族嘛，对不对？那问诊的时候，有时候一整天也是坐在位置上面，那有时候难免打天会肩颈酸痛啊。像从 Andy 还讲到下酒，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可能是因为下午了，觉得开始头痛了，我们就会开始拿一些精油棒。然后或者是沾精油，然后开始涂抹，然后按摩，像这个其实是可以的，也是有功效的。像主持人可以闻闻看，有一支胡椒薄荷，这边吗？这里，对你有看到胡椒薄荷？是。那你可以闻闻看，其实光盖子你这样靠近，大家就闻得到了。有没有觉得很像一个东西的味道？胡椒薄荷其实就是常见的什么百灵油，就这个味道。会吗？我觉得比较像是要喝米粉汤，我要撒胡椒粉的感觉。来，我可以打开，对不对？它其实还蛮甜的，蛮甜的。你闻闻看，就是一股凉感。我觉得打开闻感觉不一样，因为我刚下过一天的时间，我讲实在话，我用皮的时间，我讲到我做的皮的胡椒味，你给我打开的时间就薄荷的味道，好舒服哦。对，那这个是一般止痛或者是提神可以用。止痛提神，比如说如果我现在觉得肩颈很硬，对，所以这个是可以。就是直接抹可能会太凉，是我们大部分会稀释在5% 以下。所以性上讲的俩狗，因为它是纯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是从刚才又千年又来抬高了讲狗，你讲稀释的好狗，所以从俩狗走得稀释到差5%，就是5%，不然会太凉挺凉了，是不是？因为你看，我只是觉得皮都会眉头动喉，就没有去管它要不要稀释。你看，对。刚刚才教，现在真是不是一个好学生，所以这个就是如果稀释过后，就是可以直接擦了，对不对？那我还会可以配合一些按摩，对，比如说肩颈的僵硬的肌肉啊，或者像头痛风池穴啊，后边，对，所以是可以的。
那我还蛮推荐有一支精油叫龙脑迷迭香，是最矮的那一支吧？这一支，对对，你真的，我很想给你拍手哎，你都知道摆这个，这个。龙脑迷迭香，对，我们刚才是不是？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分享过迷迭香可以有提神的效果？是。那可是迷迭香依它的产地还有它的化学成分不同，又有分很多种。其中对肌肉软化效果跟醒脑效果最好就是龙脑迷迭香。不一样，对，跟我想象的迷迭香不一样。因为你平常闻到的大部分是桉油醇迷迭香。对。我平常都是吃迷迭香饼干，可是这个感觉像龙脑的成分比较重。那龙脑迷迭香哦，我自己在上疹的时候很喜欢用它，就是我会把它稀释，一样会稀释到可能5% 以下。是。那再配合上其他精油啦，那总浓度我大概抓在10%，但它本身不能够太高浓度，因为它太高浓度会有神经毒性。但是低浓度大家不用担心，低浓度它肌肉放松效果，我跟你讲，立刻松筋。我有一次我的亲戚他来找我，因为他说他脖子扭到，要去看医生，结果先顺便来看我，就给他擦了以后，他立刻好了。顺便去看你擦了就立刻好了，就不用看，好棒哦！看骨骼，我也要常常顺便以百封性上。对，这个就是性上讲，一般上班族系讲你的肩颈酸痛的时候，系做得用的从毛。好，不过讲到俩真的，你讲大家会起到肺松解实际。还有一家爱老师们，你来问肺松解实际，你大家会发现吗？我们很容易感染。对，就是妇科的部分。女生好辛苦，真的很讨人厌。对，而且感染的时候，你母动都改细意改性上，他们会说对啊，会一直重复一直反复感染，感觉像1个月，好像你如果没有很注意保养，你1个月要去看医生3次，上百亿手。有时候你在家里已经很努力了，对不对？还是一样。精油或者纯露，它本身都有一定程度的抗菌效果。是。那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我平常出门会带保温瓶嘛，可是大家可能有一个感觉是保温瓶久会有股臭味，有没有？会，因为你一直闷着。对，而且你慢慢会发现它很容易长一些黑呀、菌啊什么的。那我大概后来开始习惯在我的保温瓶里面加纯露以后，我保温瓶就永保如新，一直都很干净。那事实上，我自己以前也是很容易泌尿道感染，因为我们上诊时间很长，有时候就没有喝水。那其实像以泌尿道感染来说，檀香纯露是很方便的一个选择。那它可以处理很多反复的泌尿道感染。那通常建议用法就是每1杯水加1茶匙，那去喝。但是纯露要注意，它很容易坏掉，就是夏天的时候，所以通常纯露会建议把它冰起来会比较好。所以喝纯露是可以，就是去改善一些泌尿道感染。檀香纯露，檀香精油很贵嘛，但纯露就还好。是，但事实上除了喝，我们现场是不是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但是另外还有一个感染就是我们阴道感染。那像我之前有个案呢，就是它是反复阴道感染，女生常常会这样，对，因为夏天很痛苦、很热，然后塞药的时候又很不舒服，这样。对。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就是如果各位阴道常常反复感染，那甚至已经有抗药性的话，都可以用，像甚至滴虫感染，用茶树的精油都可以用。是。那可是我们刚刚讲的精油，尤其是对黏膜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直接使用。是。那即便茶树这么温和的，还是不能纯油，所以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个配方是。比如像我们就是把它先用基底油是。我们今天用一个5% 的配方，因为黏膜的话，我们还是不能够太多。对，所以等下台尬东东了解的是基底油、植物油。那我们要加20滴，2、3、4、5、6、7、8、9、10、11、12、13、14、15、18、19。20糟糕，21滴，对，没关系。那因为我刚刚放了基底油是20毫升，然后再加20滴，就会刚好是5%。好，信上放的精油是茶树，对，那茶树就是之前也可以抹痘痘的那种茶树精油，茶树的抗菌力其实是很好的，是，而且它价钱也不贵。对。
然后好，我们搅拌好了以后呢，是，我们就这先放这。好。然后呢，各位就可以拿棉条哦，然后对，卫生棉条，不用落去，对，然后让它浸泡一阵子以后，是，我们先让它浸泡好了。对，浸泡一阵子以后呢，你再把它塞到我们女性阴道里面去，是放置过夜，隔天要取出来。哦，所以晚上睡觉前这样做可以吗？对。哦，我现在要去睡觉了，应该是安用走，体一造型红一类也是结石，烙基拿出来，这样就有好。对，每天就这样做，通常大概3、4天就会改善。好，所以大家糖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哈，不过等下到去看西医，那西就是冇去用改放西，他有冇改注意？你聊下，等下长总会讲。你上台有讲到，其实什么？你以为是像线上讲的泌尿道感染，其实有经验感染就会让人很痛苦。第一，你会不舒服，然后你可能会有很多疼痛的一些症状，啊，你可能性上是那柔不你写。其实长得其实好的蛮快的哦，你吃1天就好了。可是动气管的事情，它会一直反复感染，其实你每天都处于很不舒适感状态，所以上台节目线上用的这个方式是另外一种方式，晚上用，那白天可以用吗？其实白天也可以，只是当然我们其实它晚上用的效果就已经很好。那白天你如果再用，当然是更快嘛。那只是说我们通常会觉得，第一个你可能就不需要一直塞着东西，对，然后再来就是你有时候也让黏膜休息一下，不要一直刺激它。是。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感觉有时候好像用西药，好像之后它还是很容易反复。感染的问题在于说，第一个，目前西药真的太容易有抗药性了。那精油没有抗药性。然后再来就是说，精油它本身还会强化免疫力，这是我觉得西药比较没有办法的。是。那精油真的很明显，它会让你白血球杀菌功能改善。所以它等于是2个作用，它既自己可以去杀菌，然后它又可以帮助你更强壮。了解，因为你讲到因为反复的感染或者是反复的复发，那种复发，其实你没有做什么事，你已经很努力了，就是每天有维持干燥干净，可是还是复发了，因为俩是很雄性上讲，让你本身的免疫力又起加改关黑，所以你可以讲用安用改风洗，除了先杀菌，它又提升了免疫力，对，是双方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真的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200，我真的是提起白。第一讲就得安用用吼，不过讲到俩下的时间，我大家会讲到俩下生物应该部分。不过上段节目我有问讲像的蛇欧亚做得用啊，蛇英做得用，像 A 做得用。不过像係龍英家有得總之講龍英家講婦嬰家係講比較接近像係更年期的時候，也是有一些專屬，不能講專屬，他們可以使用的精油。有，因為其實在精油上面呢，少數幾支精油它有類似雌激素的效果。那所以在使用了以後，它更年期的症狀會改善。像最有名的，像有鼠尾草跟快樂鼠尾草，應該是在盤子上的左邊那個。這個嗎？對，最矮的那個是不是矮的這個是快樂鼠尾草，是你最左邊的那個矮的這個，對，你可以聞一下。這聽說這前面這整排都是跟更年期有關，非常適合，所以現在擺在我前面這整排。那這個快樂鼠尾草跟鼠尾草的差別哦，快樂鼠尾草比較適合還沒有真的停經以前。這個對，比如說你只是有經期相關的症候不舒服啊，那或者快要停經但還沒停經的時候，用快樂鼠尾草，你可以聞聞看，它的味道，有的人不是很喜歡，蠻有趣的味道，對，很有趣。它其實有人形容像小鮮肉的汗味，那我本人沒有聞過小鮮肉的，就是它是一個很帶肉慾的一個味道。我再聞一下什麼是肉慾的味道，所以它其實在改善。比如說情慾的部分也還蠻有幫助的。我個人認為，如果你沒有機會聞小鮮肉的汗味，就聞這一瓶，那我可以彌補一下。我的個案會跟我說，他們如果用快樂鼠尾草，那個陰部乾燥的情形會改善很多。是塗抹？塗抹，對。哇，我們當然是稀釋。
对，是，或者是稀释哦，喝快乐鼠尾草纯露都会有如潮水般的感觉。一直刚才还哇好，因为其实它效果真的很好，真的，所以这是快乐鼠尾草，就是可能已经是快要停经，但假如已经停经，你就要再用更强一点，就是鼠尾草。对，所以其实都是鼠尾草，一个是快乐鼠尾草，一个是鼠尾草。那鼠尾草味道又更重了一点点，那它的话就真的很明显类雌激素效应。那我可以闻吗？可以，闻是都没有任何危险性的。可是如果说，比如说你有一些雌激素相关的癌症，那这种个案我们就可能暂时鼠尾草会避开。可是快乐鼠尾草，因为它本身没有那个类雌激素的成分，它只是有调整，但它没有那个成分，所以它还是可以用。可是鼠尾草就不能用在或者是说，如果要使用，你必须要跟医生好好的讨论，是不是绝对不能用，但是要小心。我觉得这个味道比快乐鼠尾草又再更重一点点。对，但它就很适合已经确定停经以后。那这是小鲜肉的汗味吗？不是了。对不起，我们再去想一下这个是什么，再想一下如何形容。对啊，这一个我皮一下，其实俩讲嘅味道很好吃。不过是从性上讲嘅，俩系讲你已经肚到检验体改，对，妇婴感。我是觉得女性还是要爱一下自己。对，我觉得我们除了照顾那个欢豆用精油，送容精油泌尿道感染可以，我觉得女生也是要注意自己各方面的状态，所以其实像性上讲，黑公你可以检验体改妇婴感，这个是可以使用的，对不对？像还有一支精油，我今天没有带来，但是我刚刚想到，就是我们还有一支精油叫丝柏。这听起来很高级。精油哦，它很适合拿来处理静脉曲张哦，但它本身又有一点点类雌激素效果，所以等于它用在更年期，对，好棒哦！比如说我拿来按摩脚，发现又可以处理静脉曲张，然后我更年期症状又可以改善，好棒哦！这是我觉得精油很棒的地方，它通常都不止一个效果，好棒哦！因为讲到了，我们现在讲一下好嘞，因为其实你刚才有讲到肩颈酸痛走的按摩嘛，对不对？性上美玉讲你走的刚才用的是那个胡椒好险我有加胡椒2个字，还有胡椒薄荷、龙脑迷迭香。对，那黑公性上又讲到从女生很注意自己的脚肿啊，对不对？还有静脉曲张，为了这个也常常去，因为不好看，然后按摩，所以水肿跟静脉曲张一样是从性上讲，一样是可以用精油这样做按摩的。主要是像比如说有一些精油，它含一个成分是水茴香铁，这个对消水肿效果就很好。是，比如像我说我泡澡有时候会用杜松浆果。那我就常常会把杜松浆果再加丝柏，然后味道都很木质，有时候想加一点点葡萄柚，让它有一点柑橘木质调。这个时候配起来当按摩油，效果就会很好。是哦，所以昨天你讲除了按摩感好够，当然经常有讲，其实精油的使用方式还有喝纯露嘛，对哦。这个我们今天不是一堂课就可以讲完的。我们先讲到走对按摩，对不对？然后刚才又讲到，你刚刚有按摩的那个消静脉曲张按摩的，然后它同时又可以消水肿，然后还有那个是什么更年期的那个也可以同步，对，好棒哦，对啊，就可以按摩又可以消水肿，又可以还可以杀菌，对，哇！突然觉得好像应该要问一下，到底是赶快跟医师来要个一瓶来用一下。但因为讲到两片也是节，其实大家又发现嘛，你讲到消水肿到按摩，对不对？其实皮肤的保养，我们讲到两，我要讲出重点了，性上。其实我一直想要去问罗医师，心里就觉得买精油太花钱了。哦，对，所以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这边真的很贴心，我们有一个奢华版跟平民版。对，因为其实我们精油有一些精油，它的成分是很类似的，对，所以效果也会很类似。那当然，如果今天经济能力许可，我们买高级版也很好。可是如果不行的时候呢？或者是我要大面积使用，觉得太伤本。对，比如像玫瑰，它的美白还有调养肤质的效果很好。对，可是太贵的时候，我们就用天竺葵。好，那檀香催情的效果很好，可是太贵的时候，我们就用西印度檀香。那香蜂草是几乎所有忧郁、焦虑都可以用绝佳的精油，但是太贵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看马告。对，马告，我跟你讲，最近台湾超夯的，因为马告在台湾是一个很常见的植物，尤其在原住民那边，你可以闻闻看，非常好闻。
真的很好闻，真的很好闻。对，大家很难想象马告精油其实很好闻。马告不是就入菜吗？对，但是它一般西方我们称它叫山鸡椒，但其实就是马告。对，其实时间过很快，我们大概只剩下1分钟的时间，我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很像是你到东南亚的芳香按摩室的时候，有可能会闻到那种很舒缓的味道，竟然是马告的味道。对，哦。它消炎效果、止痛效果也很好。对，所以而且这个是平民版，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台卡工小资主可以买得起的一种精油，可是它好狗也恐龙感，对，对不对？几乎差不多。对，所以医师你另外一个是香蜂草，对不对？对，好，这就是奢华版，对不对？那主持人可以闻闻看，来，在最后的30秒，我们来奢华一下，买不起也可以闻一下，这是奢华版。就很像啊，对，很像。那我用马告时候嘞，对，什么好？所以你今日节目健康道聊片到台高来分享，其实精油界知识系安用，因看到对你个实际生发地图做的安用容，希望大家基本界收播动态。罗先生，非常感谢你来，谢谢。下摆有机会接来。好，好，听听下来怎么改找人堂了。